台南市目前追踪辅导的女性诱引者278人，其中有6位有生，有鉴于此，为维护母婴身心健康，提升主动就医意愿，市府卫生局携手新代病医甲基密病医，推动为爱借引，迎来好运诱引孕产妇照护计划，提供女性诱引者以及新生儿医疗处置、费用补助以及心理辅导等服务，帮助女性诱引者戒孕。反毒的工作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但是对于已经过去使用过但是有成瘾那努力戒断、已经戒断或者戒断中的一些市民朋友们，我们还是必须帮忙。那这个部分在怀孕的这段时间是特别的需要关注的那也谢谢成大、奇美，还有许多的医疗院所，还有我们许多在社会上关心他们的企业。能够一起协助。在好运联盟为爱结盟记者会上，新代病医院长李景维以及基密病医副院长陈秀清表示，这项计划是台南市政府一个新的创举，不仅是关心妈妈健康，也关系到儿童生长发展。这是一个新的创举，是真正这个关怀这个社会这个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城市好重要的创举很多这个很好的政策这个发想。都是在王市长这个任内跟这个同仁呢这个开发出来的这个在企业界都知道从0到1是最困难的，从1到 N 是非常容易的从没有到有我想这个是太重要了。除了妈妈的健康，我们关心的是我们儿童的发展，他在胎儿的时期就可能会让他发展迟缓，衍生出生之后的这些新生儿的迟缓发育的问题。那我想借由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宣导的记者会，让我们的民众来更认识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照护议题。除了政府甲医疗医所共同协力，民间企业美孚实业、信丰实业、交生股份有限公司等妇婴用品爱心厂商也成立好运联盟，以扩大诱引孕产妇服务资源，推出好运福袋，希望借由公司部门合作，协助诱引女性寻求就医管道，提升就医意愿，进而稳定戒孕需求。若是你或者是亲人有滥用毒品的困扰，会当拨卡24小时免付费戒孕咨询专线0800-770-885来寻求协助。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